作為家中嘅一份子，小朋友需要知道屋企嘅支出狀況，當中嘅一分一毫都用喺邊啲地方。父母又可以點樣教導小學階段嘅仔女將金錢妥善咁分配使用？呢個話題相信唔少父母都有思考過。而會計師爸爸 Donald 就同親子理財專家李錦博士都分享咗佢哋嘅睇法。Donald， 對於屋企嘅財務狀況、收入同埋支出，你覺得小朋友需唔需要知道？我覺得小朋友亦都應該要知道屋企嘅開支啦，同埋收入大概嘅來源，家庭裏面有邊啲嘅收入啦，金額係唔需要知嘅。屋企用到嘅乜嘢消費啦，貴同平咁啊，小朋友應該要知嘅。Edmund， 如果仔女問父母有關家庭嘅財政狀況，父母可以點樣同佢哋解釋，從而向佢哋灌輸正確嘅理財觀念？父母又可以點樣令仔女理解通貨膨脹呢個概念？Donald講得好好嘅，對一個小學生嚟講咧，對金錢嘅大多少咧，佢哋都未必分得咁好嘅。咁但係咧，當佢主動提出一啲問題，爹哋媽咪，你哋揾錢多唔多㗎？我哋夠唔夠用㗎？咁嗰陣時咧，就需要清楚嚟到解釋俾佢聽。我哋揾幾多錢？好多嘅錢咧，就係用咗喺供樓或者交租方面，又或者係食用。咁其他錢咧，我哋可能要儲起。我哋可能一年去一次旅行，咁呢啲錢咧就係需要我哋預早要儲起。咁其實背後咧就係講俾你聽，原來金錢就係有個分佈，有啲係即時用，有啲要遲啲用，令到佢就係明白原來金錢嘅管理咧就唔係話一有錢咧我就嗱聲用晒佢，你需要準備將來去讀書等等。咁俾佢知道，原來100蚊裡面究竟係幾多分佈係做一個好長遠嘅用途咧？或者係1年後嘅用途，或者係每個月嘅定時嘅開支咧，等等咧，都俾佢一個概括嘅原來金錢嘅處理咧就係有唔同嘅時間。咩叫通脹咧？啲嘢你覺得係越嚟越貴定越嚟越平啦？一般嚟講，佢哋都達到嘅。如果再具體啲咧，就係話你有冇留意啊？我哋好多時去一啲連鎖快餐店食嘢，同一個豬扒飯早1-2年前幾多錢啊？依家幾多錢？如果冇留意到咧，我哋就可以講俾佢聽，就係話依家37蚊。咁你記唔記得上年幾多錢啊？佢可能會有記得32，係啦，冇錯啦，呢個就叫通脹。咁就好輕輕咁大個通脹就得。